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上卷第21章。后来，阁有代志发生，亚述的人那逼伫亚述列有一区葡萄园，挖近撒玛利亚王阿哈的王宫。阿哈甲那逼讲：你的葡萄园，互我做菜园，因为真近我的王宫。我要用搁较好的园甲你换，你若爱阮，我就照价钱甲你买。那逼甲阿哈讲：上主袂允准我将祖先留落来的产业互你。阿哈因为亚述的人那逼讲的话，郁卒无欢喜，倒去王宫，因为那逼有讲：我袂当用我的祖业互你。阿哈就倒伫眠床、眠谚内面，嘛毋食。王后亚西皮来伊遐问伊讲：你是安怎郁卒毋食饭？伊应讲：因为我对亚述的人那逼讲。你的葡萄园互我，我用银甲你买，也是你若爱，我就用葡萄园甲你换。伊讲：我的葡萄园我袂当互你。王后亚西皮甲伊讲：你即阵敢毋是伫统治以色列国？起来，欢欢喜喜来食，我要将亚述的人那逼的葡萄园互你。亚西皮用阿哈的王写批，砍王的印，寄批互遐个甲那逼带共城的长老甲贵族。批内写讲：恁着宣布禁食，互那逼坐伫人民的头前，阁叫2个匪类坐伫伊的对面作证，告伊讲。你亵渎上帝甲侮辱王，然后甲伊拖出去，用石头钉死。遐个甲那逼带共城的长老甲贵族，就照亚西皮寄互因的批所写的去做。因宣布禁食，互那逼坐伫人民的头前，阁叫2个匪类来坐伫那逼的对面。当众人的面前作证，告那逼讲：那逼亵渎上帝，搁侮辱王。众人就甲伊拖出去城外，用石头钉死。长老甲贵族就找人去甲亚西皮讲：那逼已经互石头钉死啦。亚西皮听到那逼互石头钉死，就甲阿哈讲。你去接受亚述列人那逼毋肯卖互你的葡萄园，伊已经死无命啦。阿哈听到那逼已经死，就起来，落去要接受亚述列人那逼的葡萄园。上主的话临到提士比人以利亚讲：你起来，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阿哈。伊即阵落去亚述列，要接受那逼的葡萄园。你着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有杀死人，搁接受伊的产业，搁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到伫什么所在钱那逼的血，嘛要伫遐钱你的血，就是你本身的血。阿哈对以利亚讲：我的对头，你伫找我是无？伊应讲：我伫找你，因为你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讲：我要降灾祸互你，要消灭你。所有伫以色列中属阿哈的查甫人，无论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的家，甲尼拔的囝耶罗波安的家，以及阿希亚的囝巴沙的家共款，因为你有惹我受气，搁互以色列人犯罪。
关系亚西庇，上主嘛有讲，到要伫亚述列的外墙食亚西庇。属亚哈的人死伫城内的，要互狗食；死伫野外的，空中的鸟嘛会甲因食。前到呾，无人亲像亚哈，伊受王后亚西庇使弄，出卖家己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伊做上可恶的事，因为伊拜偶像，甲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亚玛利人做共款的事。亚哈听到这话，就拆哩衫，穿粗麻布禁食，穿粗麻布困，失志郁卒，行来行去。上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亚哈伫我的面前遐尼谦卑，你有看到无？因为伊伫我的面前谦卑，所以我无要伫伊在生的时讲即个灾祸。到伊的囝做王的时，我才要讲即个灾祸互伊的家。